再来看今仔饭店开始外猪会当拍卖，买当台猪哦。云林肉品市场是表示讲，今仔大约是拍卖2650只猪，比平常时加1成。伊个会用3个月时间，豆豆来消化云林县这15天累积大约3万只的猪。 经过15天禁毒甲猪的防疫，初7早起8点40分，云林肉品市场正式搁再拍卖猪啊！第一只猪重量132公斤，每公斤99.6块拍卖出去。99.6块每公斤，那看起来价格还是跟我们10月22号疫情爆发之前来相比较的话，也是相对的稳定。那也感谢猪农猪农朋友能够很秩序的出租。 中华客户肉品市场为了刺激猪仔买起，若买前10只拍卖猪仔，就会当得到红包。就分上下2场嘛，第一场早上到前面10头，买的10头送给他。猪打这民生问题大家拢共管啦。一般住户10外天无猪肉，嘛是感觉怪怪啊。 台中传统市场这个肉店完成消毒，不过初7敢若会当买到冷冻猪肉，消费者期待温体猪肉重新上市。阮就休困啊。即摆猪肉会当开始抬啊嘞，当时当。明仔载。疫情的部分的话，只要有控制的话，有释出也是会去想要购买。 云林肉品市场讲，经过半个月无拍卖猪仔，每一只重量增加5至10公斤。初7早起过拍卖了后，价销也算平稳。冷冻抢买猪肉每公斤92块以上，传统市场买猪肉每公斤95块以上。预测会用3个月时间，逐天的拍卖量会增加1成，拢总2600只，来消化因疫情影响无交易的3万只猪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